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Happy 啦，好 Happy 啦！今日咧，我又做一個訪問咧，邀請我身邊呢個，我覺得咧又好美麗、好賢淑啦、好溫柔。我唔知咧，見到阿林麗老師咧，就好想親近啦，聽佢講嘢啦。因為咧，我學好多嘢啊，好中意上堂，我係上堂精嚟嘅。咁咧有日咧，法住機構咧就有林麗老師個講座，叫光明豆，係咪？咁我又覺得。我都要知道我餘生剩翻啲日子應該點樣過，更加有意義咧，就走嚟聽啦。哇！點知聽咗之後咧，就發覺哇，好有得着。我心諗啊，如果早啲嚟聽就太好啦，我唔使行咁多冤枉路啊，又碰咁多釘啊，又流咁多血啊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好開心嘅，即係聽下林麗老師。不如你講下你點解會研究呢樣嘢啊？因為我覺得你係同普通嗰啲大師係好唔同嘅。你講嘅嘢咧好實際啦，又可以好容易明，又可以好容易學嘅，就唔係傳統嗰啲。總之你講先啦。係啊，我同傳統係唔同嘅。呢個亦都係我相信係比較少有嘅老師啦，喺命理裏邊會用咁長時間去做一個統計，做一個學問。以我所知近代係即係我覺得有個使命去做呢樣嘢。係啦，咁樣咯，咁你嘅使命嘅契機或者點樣？係啊，我知道你係教育碩士嚟嘅，你原底你係諗住做傳統嘅教書嘅老師啦，你又做代課啊嘛，但係點解突然間你遇到啲咩嘢嚟到令到你有咁嘅轉變咧？因為我嗰時啱啱讀完個教育碩士，咁啊好想諗下自己前途係啲乜嘢咧咁樣，咁當時我就諗。唔想去揾命理師傅話俾我聽，我前邊係點樣咁啊？咁啱有個校外課程學紫微斗數，咁我就奇想不如我學下啦，自己去即係自己去睇下呢樣嘢咩嚟啦咁樣。咁點知唔學一學，原來自己喺裏邊係好有靈感啊，靈感啦 OK。咁學一段短時間之後，因為我本身做教育噶嘛，咁我就關心小朋友，係啦。咁嗰陣時我身邊有班好朋友啦，有啲即係我啲女啲同學仔啦，咁我就好諗就係話，如果早啲能夠知道小朋友嘅潛能，去栽培咧，其實會減少咗好多父母同子女嘅緊張啊。係啦嚇，咁變咗我最初嘅期想就係將14星變為14潛能，係啦咁樣開始嘅嚇。你嘅意思星係咪即係話嗰個人嘅優點嘅特質 shining 嗰個星？但係你將佢轉化成佢嘅潛能，然之後點樣去發揮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係，因為當初咧我就最開始係咁諗嘅，就係話會唔會係紫微斗數裏邊嘅太陽太陰星啊，係代表爸爸媽媽？係啦，因為我覺得有呢個可能性。傳統咪咁講嘅？傳統都約略啦，但冇咁明顯嘅，即係冇人係會咁明顯代表爸爸媽媽嘅，係啦，代表男性啊女性係有嘅咁樣。咁當時我就用佢嚟做統計，係啦。咁統計完之後，發覺咦有呢個共通點喎，咁繼而我就再期想就將14星變為14潛能啦，而去統計去嘗試啦。咁經過即係一段時間去研究啦，即係可能我真係好中意紫微斗數，就係啦。咁我就喺2008年就成立麗陽斗數咯。咁當時就以14星作為14潛能。就以而家即係我大力推廣嘅3階潛能咧，就作為一個基礎咯，係啦。其實都係同教育有關啫。係啊，因為而家我都成日講話因為其實我哋學命理都好想話改變命運啊嘛。咁坦白講，我覺得改變命運第一步咧就係建立實力。如果你冇實力嘅話，其實你係好難行出第一步。咁所以而家我都好強調一樣嘢，就係即係我哋要改變命運第一步，就知道你個天賦條件，同埋將我天賦條件變為你嘅實力。係啦，咁呢個我着力做呢樣嘢。你好有實力啦，我知你出過書喎，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出過本書？嗱，其實我即係呢個世界即係有好多大師傅啦，我就咁講啦。咁但事實上我係擺咗好多精神時間努力喺紫微斗數度，呢個係真嘅。係啦，咁變咗。即係喺紫微斗數裏邊，我有信心嘅，係啦嚇。咁同埋因為頭先講啦，光明斗啦，其實光明斗其實係一套好好嘅現代紫微斗數，係啦，因為傳統紫微斗數喺宋朝嚟噶嘛，即係1000幾年歷史啦嘛，你諗下，即係1000幾年歷史嘅文化條件同而家都唔同晒。
咁所以即係點解有光明豆咧？原因就係我發現呢個問題，而去重新整理成套豆數，點樣去配合而家嘅人同事啊？係啦，咁所以點解要光明豆咧？因為都係完成咗之後，大家同我投票啊，即係俾咩名上去咧咁樣，咁大家都認同佢係條光明嘅指引。哦，唔係你一個人名，唔係我當時，因為學生坦白講，完全唔係我一個人嘅努力，因為一件事成立咧都係天地人條件嘅，即係上天安排啦，同埋真係好多人幫我。因為如果冇一個統計，冇一個實踐嘅時間，亦都冇過往3年喺發住一個即係我叫沉澱啦 ，OK， 根本就唔會有今日即係我企出嚟嘅大力推廣嚇。咁加上當然我自己有努力啦咁樣，咁所以。我絕對覺得唔係我個人條件，係即係喺我身邊好多善緣幫到手咯，呢個係真嘅嚇。都啱嘅，眾緣和合噶嘛。係啊，一切眾緣和合。咁即係其實你做呢個光明豆，即係話你學咗呢個紫微斗數，發覺原來我嘅天分喺呢方面喎。然之後你就繼續努力鑽研啦。咁有個故事嘅，又唔係話咁容易有一步去到而家依步嘅，因為咧麗陽斗數成立之後咧，其實都有8年歷史咧。咁其實將我個性格潛能咧打咗個好好嘅基礎，呢個係真嘅一個好好基礎。咁但係喺我教斗數嘅過程之中啦，咁我就發現有偏差，即係我感覺係有偏差。咁當然呢個偏差唔係大部分人啦，如果大部分人就個個就對命理有質疑啦。咁但係到少部分人有偏差，而最大問題係個偏差係大。即係你嘅偏差係細嘅唔緊要 ，OK 嚇。咁偏差係大嘅話，即係喺我嚟講就呢，發覺係有問題啦。再加上喺2012年自己無論喺家庭事業都有個挫折啦。咁發現點解傳統斗數睇唔到嘅咧 ？OK 嚇。咁亦都好多因緣成立啦。咁我就決心去做呢個吉凶統計，即係我覺得一定要揾呢個偏差嘅問題喺邊度。如果唔係，我轉行㗎啦，唔可以做紫微斗數老師㗎啦。即係你明知嗰樣嘢係有問題，仲講落去，咁你點講落去咧？係咪先？即係嚇特別嗰個偏差，如果係咁嚴重嘅話，影響就唔好啦。咁所以就決定做呢個統計。咁但係當時亦都非常之好，即係有一班學生啦，咁亦都有啲學者支持啦。咁所以成個過程係艱辛，不過係順利。係啦嚇，咁樣。咁咪太好啦！係啊，所以今日同你講嘢都好開心。係唔係我都好開心，因為你幫咗好大忙。咁我哋嗱下一集咧，繼續就更加詳細啲講下個光明豆。幫我講多2句，因為咧我都好多啲逆境啦。咁你知我哋中國人啊嘛，我18歲嗰陣時成日想知道自己將來點啊，嫁啊，做啲咩行啊，咪走去又係睇啲傳統嗰啲啊，即係鐵板神算啊，或者咩嗰個紫微斗數啦，就好奇怪嘅。佢話我今年會死㗎啦，仲要講埋係邊一個器官出問題嘅。咁我又唔係驚死嘅，不過原來發覺我而家仲生勾咧，即係話傳統嗰啲咧，其實唔係話佢唔準，可能好多因素，同埋呢個時代嘅環境啊、背景啊，全部都唔同晒。所以佢講裏面嘅嘢，即係正如林麗老師講咧，就未必100%準。所以其實我哋學呢樣嘢咧，其實唔係迷信嘅。係我哋點樣去發揮，點樣去創造，所以咧下一集翻嚟聽下林老師再講詳細啲。